浙商銀行同埋四川全興嘅比賽呢，首先第一場波呢，邱怡可就為四川隊贏第一場，至於浙商嘅確瑞呢，就贏到第二場波。咁喺第三場賽事雙打嘅比賽呢，浙商嘅李平同埋馬文格呢，就以3-0擊敗咗四川全興嘅邱怡可同埋黃建軍，即係話而家喺場次方面呢，浙商隊係2-1領先緊嘅。第四場嘅單打賽事，浙商派出嘅呢就係紅色衫嘅馬文格啦，而四川隊呢就係派出咗馬龍嘅。馬文格頭先提過啦，已經超過30歲，有成40歲都有啦。但係呢位球員呢，就真係可以話係即係乒乓球界嘅大師兄啊！係啦，可以話呢一場波呢係老將對新手啦。咁馬文格呢曾經係第43同埋第14屆世錦賽嘅男團冠軍人馬啦，另外咧喺第10同埋第13屆嘅世界盃男單嘅冠軍嚟嘅，亦都喺奧運攞過銅牌。75年呢，就係已經開始入選咗呢，就係河西區嘅業餘體校，亦都係曾經去過德國啦同埋比利時打當地嘅聯賽嘅。係啦，可以話呢喺德國同比利時你都打咗好長時間嘅聯賽。哇！你睇到對拉嘅時候呢，馬文甲其實佢嗰個步伐都好快啊。雖然話佢年紀唔輕啊，但係你睇下佢嗰個步伐走出嚟呢，幾靈活㗎，幾難得，好少見到真係咁大年紀仲係咁勤力打得咁好啊！係啊，尤其是呢係中國嘅球員啊。因為呢，中國呢球手比較多啊，有翻咁上下年紀嘅球手可以站穩位置嘅機會呢係比較難啊。咁喺呢一場嘅對賽入面呢，馬龍暫時就2-1局數領先緊啦。咁喺第4局波嘅時間，睇下馬文格有冇機會呢，就係追翻平啊！發個長球側身拉直線，我睇到馬文甲呢，佢嘅搶攻意識都係非常之強啊！冇話因為佢年紀大咗呢而改一啲比較舒服嘅打法啦，都係搶攻嘅。4-5，咁一般呢，年紀大咗嘅球手呢都會着重於防守多啲，穩守突擊，後發制人嘅。但係睇馬文格呢，佢都係積極主動啊！呢一球呢，佢接發球都係想搶攻㗎。咁雖然呢係唔中啊，但係睇到佢嘅意識呢係非常之好。如果唔話俾你知，就咁睇佢打波嗰個風格呢，都係唔知道佢有幾大㗎。又係反手攻完，準備側身㗎啦。速度一啲都唔慢啊！5-6，食發球啦，馬龍。上旋球嚟嘅，咁佢開波嘅假動作做得比較好啦。馬龍用反手法，咁咪反手起啦，反手連擋3板。呢一板呢，就擋到馬文格離台，側身拉，再側身拉，馬龍封住，哇！犀利，係咯，全部都係馬龍做防守喎，馬文格搶攻，幾唔似啊！係咯，真係估唔到喎。一般係年輕嘅搶攻噶嘛，年紀大嘅防守噶嘛，用反手法又食西啦馬龍。因為食馬文格個發球喎，反手又食，正手又食，反超前啦！呢一局真係馬文格而家8-7。輪到馬文格用反手發球，大家反手相持呢，呢一分又係馬文格得分，好放啊馬文格。係啊。馬龍正手，你睇下馬文格接得幾靚，借翻馬龍個側旋，用正手咧燙翻個波過去。
嗱，佢唔擋嘅馬文格喺反手度想反拉添。呢分波呢，可能呢擋呢個機會仲大。咁啊，浙商隊嘅教練呢，坐喺度呢都睇得幾開心啊！馬文格你而家領先緊，雖然呢優勢唔係好大，但係呢你睇到馬文格打出嚟嘅風格呢係非常之好嘅。用反手法，反手失誤啦。馬龍呢睇準咗，反手加力先。其實馬文格可以話呢，從細波時代打到大波時代啦。馬文格而家係10-9，高拋嗱，又係呢個接發球燙翻過去，啱噶啦。馬文格呢都係貫徹佢個搶攻。又嚟一個側身拉直線發球搶攻，哇！咁你睇到馬文格呢，就真係老波骨啦，而且好辣添啊！你睇佢接發球都係想搶起啊，非常之好嘅意識。咁啊，機會而家喺馬龍度啊，12-11。呢一球馬龍又係睇唔清咗旋轉。就想拉起啦，其實呢球波呢個下旋比較重啊。12平手，插網，馬龍發球，哎呀，食咗個發球啦，食得好硬添啊，直接出界。馬龍13-12啊，贏多1分呢就會完成呢一日嘅第4輪賽事噶啦。哇！側身拉直線啊，好靚啊，白邊出，冇咁易完成喎。13平手。哇！馬文格嗰個接發球接得好好啊，反手呢領啲側旋出去。如果呢一局波呢馬文格贏呢，就會打第5局決勝負嘅。落後緊。反手拉起，有機會喎，追平啦！馬文格又有機會啦。馬龍發球，高拋側旋插網嘅，撇，哇！好快嘅步伐啊！正手拉完呢，再走去側身位，用正手再拉，哇！好犀利啊，馬文格！體力呢保持得相當好，同埋都幾關鍵啊！對於馬文格嚟講，哇攞埋添啊！16-14啊，第4局要打到，咁結果馬文格贏咗呢一局呢，就追翻局數2-2平手，要打第5局決勝負。哇！其實馬文格呢真係唔簡單啊！打咗4局，局局都唔辛苦㗎，你睇到佢呢全台拉㗎喎。對於一個年紀較為大嘅運動員呢，其實個體力呢消耗得非常之多㗎。咁打到第5局，論體力呢應該係後生仔好啲嘅。但係呢論經驗呢，就係馬文格高啲啦。咁睇下呢一局呢邊個發揮得好啲啦？1-1，睇下馬文格堅唔堅持到呢一局，都係接發球搶攻啦。仍然見佢都係小跑步喎，體力上都睇唔到有啲咩嘢下降嘅出現啊！馬文格發球，踢個斜線，3-2領先。馬龍個樣都幾緊張，係㗎。馬龍呢，其實係四川隊嘅主力球員嚟嘅，因為呢打到第4場嘅單打呢，雙方都係自己
隊嘅主力。嗯，咁所以呢，係主力球員呢攞到個分呢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咁啊喺呢一個第四輪嘅對賽入面呢，而家暫時浙商隊喺場次方面領先緊2-1，咁所以馬文格如果贏到呢一場波呢，就浙商隊會贏嘅。所以馬龍嘅壓力都非常之大。係啊，因為佢就係唔輸得嘅。4-3。啱啱嗰球呢插邊啦，我都喺度猶豫緊佢有冇插邊，咁睇到分數打返出嚟呢，就係馬文格嘅插邊球。4-4。哎呀！呢球波馬文格呢發球就出咗台啦嚇，俾咗馬龍機會，睇下又慢又出台，我諗佢都係想開短球，點知開得唔靚，出咗台啊！打到決勝局，到5分呢就要交換場地。馬文格發球，短台，反手拉起。咁啊對反手嘅時候呢，馬龍首先加力。咁啊呢球波馬龍呢就打得聰明啦嚇，先加力去直線嘅。6-4。接發球拉起，哇，好靚！馬文格都打得靚㗎啦嚇，佢個線路都好好㗎，一個快推直線，但係呢，俾馬龍呢係借力呢正手拉返個斜線。哎呀，愣網出界。換咗邊之後呢，馬龍呢就得心應手喎，連贏3分，拉開咗添啊，8-4。係啦，因為而家打11分呢，連贏2-3分呢已經領先好多㗎啦。用反手法，馬文格踢起直線，封住先。哎呀，呢一板馬文格呢想反手呢係反拉加力拉啦，點知呢係撞到板邊啊！哇，分數越拉越遠添。用反手法發力啦，哇！大家反手呢係發力嘅時候，你睇到馬龍呢好明顯嘅力量呢係比馬文格大嘅。馬龍10-4。馬文格依家先攞返1分，咁啊睇嚟呢為時比較慢啦。插網重發。插場冇啦，結果馬龍11-5贏咗第5局波，以3-2呢就擊敗咗馬文格，咁令到雙方喺場數方面呢就係2-2平手，亦即係話要打埋第5場嘅單打賽事先至知道第4輪嘅勝負啦。